今日我嚟到京士柏山，介紹一間獨立屋。呢間屋2200尺，有4房4套，客飯廳加埋面積超過400尺。飯廳面積亦有100尺。旁邊係2個花園，花園面積加埋有360尺。樓底高度12尺高，2200尺有咁多嘢，你話犀唔犀利呢？兼且呢間係銀主盤嚟㗎，大家有興趣嘅話，請你細心欣賞落去啦。呢度有4間睡房，4間都係套房。1樓呢間套房就係最大㗎啦，面積有107尺，係全屋最大嘅睡房，可能就係主人套房啦。不過如果你嫌佢唔夠大嘅話，可以打通隔離間房，闢做全層主人套房，面積可以超過300尺㗎。廚房方方正正，相當好用，3邊有櫥櫃，而廚房裏邊亦有工人房。大家睇完片，想睇樓俾電話我九龍豪宅胡專章，我電話902-596-9026-6666。好啦，唔阻你時間啦，下次再見啦。